好啦，以後今日有一期廣告係話轉到福起來嘅節目嘅現場咯，8月號空間來報道啊，今日來關心到嘅係大腸癌嘅一個問題咯。可能當到嘅朋友啊，就會想講，大概上班下吼，去做當到嘅大概空間檢查啦，吼，去檢查過後，哇，乜解都冇，乜解都當空間吼，大概所有嘅數據做下係正常嘅，結果咧可能過1整日、2整日，我嘅身體咧，器官咧吼，準備出案太嘅問題哦，大家就講一個去檢查咩無效，上班下咧去檢查咧，一個問題又按到，上來啊吼，真是嚟多麻煩嘅吼。頭先你來講到嘅一個太重嘅吼，講分片嘅詳細檢查吼，一上來吼，頭先有一隻叫做免疫法吼，免疫法嘅一個檢查吼，頭先有提到嘅吼。相對來準確率來講，吼，做得有85%，85%，相對來當過，唔過呢，係喺要到嘅人吼，無法度吼來檢查出來，吼，你做的較詳細對我老太家來講到一個方法嘅一個檢查嘅內容。對，就是大便的潛血反應呢，就是陽性，就表示85%裡面是有出血的現象。那當然出血不代表就一定是大腸癌，但是有其他可能性，譬如說你是不是痔瘡，是不是息肉，是不是氣室，是不是腸子發炎，那這個時候呢就必須要去做進一步的檢查。所以再就要提到說，怎麼去檢查這裡面到底什麼問題，發生什麼事情。那檢查的方法呢是有2種哦。那第一種就是叫做大腸 X 光的背劑透視，就是顯影的一個檢查方式，就是將背劑呢灌進我們的大腸裡面去，然後在 X 光底下去做透視，看看腸子裡面的構造，看是有沒有氣室啊，有沒有息肉啊，有沒有腫瘤這些存在。嗰時候有大概息肉啦、氣室啦，或者是腫瘤，或者剛您提到的，這個有那個。嘔絲代謝的哈，所以講有血液的反應的話，這些都可能是發炎的反應。所以在我們的這個潛血檢查裡面，就是呈現出來的話，我們的報表裡面就是呈現陽性，就是一個加的一個符號。如果是減的一個符號，你就是看到這個報表的話，就是可以確定說是沒有問題的。沒有出血的現象。哦，安永平哈。好，那你剛剛提到的哈，就是一個是背劑的一個檢查，是只有 X 光，只有天光。像這個檢查來講，可能就跟我們剛剛講的內視鏡，這2種的差異性。對，就是說一般人聽到要做大腸檢查，他就會想到內視鏡哦，就是說啊，這個內視鏡一般人的觀念裡面都覺得它是一個長長的管子從肛門進去，非常的不舒服。一聽到這個名詞，他大概就不想做了，哇，這麼痛苦，為什麼要做？但是因為剛才講過的這個，因為大腸癌這樣逐年的增加，而且它的現在已經是癌症的所有癌症的第一名，對啊，所以必須要去確認你腸子裡面到底為什麼會發生出血的現象，所以要去做內視鏡的這個檢查。所以你潛血檢查，你已經檢查出有問題的時候，接着馬上就要做內視鏡的部分。大腸內視鏡的檢查，剛才提到過的大腸 X 光的透視的檢查也是一種方法，不過它的方法是間接的。他如果發現裡面有問題，他還是要安排做內視鏡再去看。有問題就沒有辦法馬上來做處理。對，他還是要經過內視鏡的這個直接去看，然後檢查之後，如果有問題，也可以馬上做處理。比如說長息肉，我們可以用這個電刀把它切除，大腸這個息肉切除術，在這內視鏡之下就可以做。就病人我們就不需要再做第2次的這個或者要去動手術這樣的一個困擾這樣子。所以大腸內視鏡就是一般人的觀念裡面覺得它非常的痛，所以目前的醫學業也非常進步，它又進步到我們可以做無痛大腸鏡。就是我們的一般來講大腸鏡的檢查有一種是麻醉，對，之後幫你做檢查，一種呢是在普通的大腸鏡，一般的大腸鏡，那是在意識很清楚的狀態下，意識很清楚的狀況之下，所以病人會覺得很痛，他覺得這種檢查會讓我很不舒服，可能他從別人的這個的描述裡面覺得這樣的檢查非常的不舒服，所以他一開始就會採取這個拒絕的一個態度，所以我會就是另外一種方式叫做無痛大腸鏡，它就在麻醉的狀況之下，
那你没有这个意识的情况之下来进行大肠镜的检查，就是说你整个过程你就不会觉得它的痛苦，不会觉得不舒服，等到醒过来之后，你就忘掉这段过程，那这整个过程也结束了。所以这是医学的进步带给我们的方便。所以现在无痛的这个大肠镜检查的，算是比例来讲会不会高一点？对对，非常的高，就是说现在一般民众都知道说我们要做有问题的时候，比如刚才已经筛选出来有阳性的反应，那你要去做一个内视镜的检查，他们就会想，我是不是可以接受无痛大肠镜的这种检查？但是因为无痛大肠镜它是要麻醉，所以还是要经过麻醉还是有对风险，麻醉的医师要去评估你适不适合去做麻醉啊，他所以要先做术前的一个评估。那如果你的身体状况允许的话呢，大概我们就可以来从事这个无痛大肠镜的检查。是。好，那刚您提到的这个大肠镜给检查啦，哈，就是如果有息肉，我们可能就是用一个电刀的方式马上做一个处理哈。那看到除了这个息肉的部分，还有有没有能处理跟不能处理的？这我的处理，这我们的处理的部分。对，就是说刚才提到过息肉嘛，息肉它事实上它就是分成2种，一种叫做增殖性的息肉，那它是属于良性的；一种叫做腺瘤。那腺瘤里面可能有一种叫做绒毛状腺瘤，那绒毛状腺瘤它发生癌变的机会呢就非常的大。那这种绒毛性的息肉呢，可能在3到5年之内呢，它可能就会有一些癌性的这个变化。所以呢，我们在做内视镜的时候，发现这种息肉的存在呢，就会做一个叫做息肉切除术。它就是说息肉切除术。它可以把这个切下来的组织去做化验，确定里面有没有这个癌性的变化。但是呢，就是说这个息肉虽然我们可以用内视镜去做处理，但是有时候这个息肉太小，或者说是息肉太大，那我们这内视镜或者藏在气室里面，藏在这个我们这个比较不容易发现的位置，那可能我们就没办法去做切除。所以这样这个。在治疗上面呢是有这个方便性，但是也不是保证所有的息肉都可以在这次的内视镜里面去切除。那可能太小，我们只给它做切片，那可能我们就是要3到5年，或者是5到这个10年，不属于高危险群的话呢，我们就可能5年或者甚至再久一点的时间，再到回来做追踪。所以如果在检查的时候有一个上ลิ้肉啦、人生肉的时间可能醫生伊攞去輸失體嚟做一個處理體嚟含喺幾年的時間，我再個進來醫院來做一個後續嘅一個對象嘅檢查啦也係已經愛嘅講到入邊可能像前面有想講太重樣嘅檢查即講檢查也講起來當然咩簡簡單單沒有一個去檢查其實要做的會準備啦，就我們在檢查之前可能一般應該是護理師來說這些要注意的一些事項。不過現在我想今天醫生您在現場是不是也告訴我們說，在檢查就是大腸鏡之前我們要有哪些的一個準備工作？對，因為大腸鏡它的價值就在於你必須把腸子看得非常的清楚。那腸子要看得清楚，就是叫做清腸的一個準備嘛。那清腸準備不是說當天檢查就當天來做。不是你要在可能2天、3天前就開始要做這樣的準備，可能2天前就開始要做低渣飲食。低渣飲食，黑馬雞所謂低渣飲食呢，就是比較少纖維的東西，譬如說豆腐啊、蛋啊，或是那個飲料啊，生牛奶，對，牛奶啊，或是豆漿啊，對，那這些東西呢，就是屬於這個流質的東西，或是稀飯啊，這些比較不會留下這個太多纖維的東西，這樣子的話，你可能腸子裡面比較不會留下這些太多的這種纖維素。那你在檢查的時候呢，可能會比較清楚。然後呢，在檢查的前一天晚上，你可能就開始要吃
泻药哦。嘿，那一般人对泻药的观念认为说，清肠的个药啦，清肠的药，对，它让你就会一天到晚起来上厕所。事实上现在是不会了，现在我们有很多新的这种这个清肠的，新的啦，它进步诶，它进步的哦，就是说它可以让你的肠子清得很干净，但是呢，因为我们是很甘苦，饮酒偏少，对，不会说一直像过去的观念认为说你吃了这些泻药，就整个晚上要起来上厕所。目前大概这种药物，现在这些问题都已经解决了，都已经慢慢在改善当中哈。可能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不过基本上它可以让你的大便清得非常的干净，那也不会有太多的不舒服。那这个副作用也非常的小，当然就是要看个人的体质还有个人的状况。基本上我们在临床上只要服用这些目前的药物，都可以把肠子清得非常的干净，几乎都跟那个新生儿的肠子一样那么的干净，所以就可以让我们的检查可以更看得更清楚。就做的公都也该做胎重检查的时间哈，你就做的规则吼清清楚楚，看得到你嘅頭先講到嘅吼腎結腸、橫結腸，還個肝結腸嘅所有嘅吼，還個熱腸、赤腸也都。做清清楚楚，看低波度嘅狀況吼，低波度嘅狀況有空氣冇空氣吼，一般按樣看清楚來講吼，係愛騙人，即係講來檢查人吼，愛來做一道相關嘅配合吼，配合到好吼，一擺檢查吼，這樣做得成功咯吼。學講到入面呢吼，誒有啲朋友係咪會知道講，我做一道檢查也算係一種人講侵入性嘅檢查吼，因為侵入性嘅檢查佢有乜嘅用嘅？可能會唔順暢啦，也係按用嘅去做調整，冇加下添將技術來了，大家來講到先到入邊來聊下嚟。